先来问观众朋友，恁到是讲通书农民历春运动，或者是春佛道咧？这新的一年呢，真侪宫庙拢会印农民历免费互民众摕回厝。这内面有记录资料，祭开命理好时好日，伫嘉义县的潮票有结合文创设计，希望互在地传统的宗教文化，透过潮报共款的方式，省到大家注意。 伫旧年过年前，一寡宫庙拢会印通书，互信众过年来庙里拜拜的时会当来摕。内底有24节气，阁会当看时看日。大部分的通书册皮拢是印宫庙的相片。不过，嘉义县梅山乡的玉基宫，这回专工请少年人来设计，互传统的通书有无共的感觉。比较年轻化，然后比较吸引，就是我们年轻人会想要翻翻看它是，是什么书籍啊？ 嘉义梅山玉基宫是1757年起的，古早的时是梅山乡附近53个庄头的信用中心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庙方讲，会甲传统的通书结合文创设计，就是希望会当省少年人的介意。用咱四地也做一个设计的主轴，搁加上一行入来就看得到空中万岁，规个做一个设计的发想，搁有咱规个正面的庙体，采用手绘电脑绘图，来设计出来，比较有一个。 时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青风格。梅山玉基宫讲，为清朝嘉庆年间，本家地区都有一句北港妈祖、嘉义新皇梅溪地爷、打鸟大师甲大埔拿最久的俗言，反映出梅山上帝宫的信用地位。庙方表示，这届新为通书做一个突破，希望刷来会当透过更较侪创意来传承宗教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